来关心政治消息，TikTok 抖音平台最近咧传一段影片，内容是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，伊讲台湾伫咧民进党的手头，会当讲是暗无天日。郭建明出面强调，这是换面过假影片，已经报案要提告。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一定要出这种烂招，大放厥呢？因为他们要阻挠事情，因为这几天这是最关键的时刻。若这几天以后，台湾3赢变色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。他们通过这种违宪的3个法案，是完全让台湾民主扼杀，让台湾亡国。刑事局将会受理这个柯佐道对于这个深伪 AI 的这个案件，那我们会立即来做一个辨识，以及进入来做侦办。然后我们有呼吁民众不要来做一个转传，以免触法。郭建明呼吁民众唔通分享相关的影片，才袂犯法。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，经政署初步调查，这个影片源头是伫咧境外。刘世峰认为，真有可能是有人借机会要甲民众洗脑，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互看去。